趁住新一年，不如問大家一個問題啊！我哋成日講未來，但係似乎好少人停低問一問，究竟我哋想要嘅未來應唔應該實踐呢？好多時候講未來，我哋都會諗到科技啊、AI 啊、數據啊諸如此類，但係有啲怪怪地，好似唔係好多人問喺未來人究竟仲重要唔重要呢？寫哲學未來書之前，我哋問過自己一個可能好簡單，但係都幾難答嘅問題，就係如果世界繼續變，我哋仲有冇空間慢慢做一個自己想成為嘅人？例如，如果人有近乎無限咁長命，我哋而家珍惜嘅關係，好似愛情啊、友情咁樣，會唔會反而變成負擔？而如果而家珍視嘅一切喺將來都成為負擔，咁樣嘅未來人，你會想成為其中一份子嗎？哲學對我嚟講，其中一個好有趣嘅地方，就係會逼你答一啲你平時會避開嘅問題。有啲問題呢，其實你唔答，個世界會幫你答，只不過答案未必係你想要嘅嗰個。哲學未來書並唔係預測未來，而係想同你一齊諗，有啲嘢就算世界點變，我哋係唔係都唔應該放棄呢？到最後，我想留一條問題俾大家。就係如果他朝有一日世界真係變到好方便、好有效率，但係你再唔確定自己係咪應該咁樣生活，你會唔會願意停一停、諗一諗啊？究竟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？